冰山之旅咧，呢幾種畫作咧就係開始冰山由冰川一路慢慢脫離，成為大海嘅一部分。因為氣候變化嘅轉變啦，其實嗰啲冰川又好冰山好咧，嗰個量已經好少啦。我亦都用一個比較超現實嘅手法，用金色嚟畫個冰，呢啲冰就等於黃金，對我哋成個 ecosystem 嗰個珍貴性咯。慢慢去浮到呢個村落，即係證明開始好近我哋人類嘅 civilization 文明嘅時候咧，佢哋慢慢融化，好似一個好有 organic、好有性格，成為一個大自然嘅一個 installation。到最後咧，就翻到去一個 dry land 度，好似直接上咗岸咧，佢慢慢啲冰咧就完全融化晒，成為一個沙漠嘅一個咁嘅靜態嘅空間咯。